阮是他乡的月亮暗，也是你真心将阮放。放在故乡，等待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今天的节目是咱语道破歌声，每一天这个时间，由工人甲帮恁来做陪伴吼，心思梦，等，梦吼，你是毋是将阮袂记得去啊？安那讲到这袂记得去吼，这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是，我有一天吼，甲我妹妹啊，伫咧甲爸爸。因为固定是礼拜天会陪他，就跟咱拍麻将，嘿啦，拍麻将吼，伊吼，小 Ken 的时阵会开讲啊，就很神奇哦。伊早吼，咱来咧甲伊讲啥，哪有无啦，忘记。但是最近吼，袂记得去啦吼，伊最近吼记忆特别好。咧拍麻将的时阵吼，啊，就讲起讲哦，去台东佚佗。伊讲咱就3年前才去尔，啊，迄届吼，佫有什么人，反而伊记得非常的清楚。吼，所以讲有在甲训练啦，有咧训练有差。吼，头壳伫叮当吼。对啊。过去的代志，伊就本身伊就会想会起来。是啊。吼，啊，你如果来讲这头壳吼，无伫甲运用，逐工呆坐伫遐。啊，对。一天比一天较严重啦。是啊。甚至讲这毋是年龄的关系呢。不是哦。经过超几个月了后的时阵，哎呦，退化。是啦。足严重的啦。对啦。有的吼，50、60岁尔。是。都安怎？头壳都顿啊啦。伊摕这项放这项，尤其是年纪若来到60几岁，佮70岁即暗的时阵。迄记忆咧摆的时阵是人讲吼，迄叫做安尼转向啊转溜来，人讲溜滑梯式的。是啊。哦。这头壳吼，你若无咧用的时阵，因为堆积啊，这个粪扫。粪扫。是。对吧？所以讲你若甲用的时阵吼，伊本身啊，愈用甲这个筋骨共款，愈溜俩啦。愈溜俩。这个粪扫先有自然得，伊就排出来。是啊。好来，安尼吼，老师啊。你过来安排一首歌曲，我来处理一下吼。好来，老师今嘛要来安排第2首歌曲，我们今天进行的时候第2首歌够好去哦嘿。来第2首歌曲来安排迄个，倒一首。你的歌好无？唔免啦，来我来处理工课吼。好来。嘿啦，你来先迄个《救国英雄》好无？我来。救国英雄哦，好来哦，准备哈。这个歌本底是要点的。是啊。咱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哦嘿，好来，这首《救国英雄》吼，嘛感谢来我线顶吼，真侪咱观众朋友给咱拍捧啊吼，来听好，清华姐、郭明环大哥，我感谢你今仔日咯，搞加油哈，徐爸爸、徐妈妈、曾芳大哥哈，来秀仁大哥好，隆中大哥、秀芬，还有咱的荣华大哥、盛吉大哥，也有咱雪萌大哥哈，谢谢我们的蔡小姐。感谢感谢你的破啊声哈，谢谢，来安排这首或者《救国英雄》，来共同欣赏，谢谢。出
尽量互担，莫搁想过去的创伤。多像无路用，展出笑容，最后来好好行入梦中，演日起来游玩，是一杯活流。自己无酒量，偏偏啉甲这呢香。无啦，对啦，直接。的声音，我的声音了哈。来，即摆呢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，互咱观众朋友来互动点歌。今仔的歌曲，哎呦，袂歹呢哦。来，头一首歌曲就是咱这个《救国英雄》。明知自己无酒量，偏偏啉甲这呢香。来。第二首啊，《酒场浪子》。手拿着一支烟，嘴巴冰冷，一竿斩过一摊，啉甲天袂光。哎呦，第三首哈，《义大情义》。无惜雨落，我就是流浪男儿，大吉大的人。第四首哦，酒干那盘。哪啉酒哪来念歌？小心为寒。来第五首哦，爱唔着人。因为感情下了相当，注定爱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肯会完？来，上尾的这首哈，《恋情海》。上这迷茫一个所在，迄片山，搁过去的迄片海，一段往事毋捌讲开。秋天迄段爱。好，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哦，吼，来跳到现场，咱即摆是现场啊哈，来准备卡电话8326317317，83263117，哎，中华关系直播，无关系给一个故事就可以哦，嘿，来，头一首歌曲《救国英雄》，第2首。酒场浪子，第3首义大情义，第4首酒干那盘，第5首爱唔着人，第6首恋情海。
种朋友就哎，月儿姐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哇，拄则来给咱关心哈。来，啊，今日要听倒一首歌。一跟三。一跟三哦。手好，啊，我下开哦，嘿，谢谢月儿姐平安。来，你好，徐妈妈。喂，徐妈妈好。我点一下第二、第五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第二首跟第五首哦，哈。啊，来，文星大哥。伊人咧行来，我直直来本地咧看。你咧讲产品了，你等者啊吼，甲你服务落去哦，嘿，好来哦，哎，来。说的就是张小姐。哎，张小姐你好。两位好。好啊。我要选3号跟4号。3跟4。好的。3、4嘿。好，来下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感谢吼，咱拄只一点点的问题，就是吼，迄安尼镜头拢会安尼，吼，甲喙啊拢对袂好势，啊，即马拢总处理好势啊，吼，处理好势了后，咱即马就是来到现场，即马拢总是啊啦，即个时间，对，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准备来点歌吼，来选歌咯，来哦，顺天哥哥啊。两位主持人下午好，我要听第2首甲第5首，谢谢，感恩。无问题哦，来，讲到这，大家今仔咱有咱观众朋友点这爱唔着人，爱唔着人吼。其实老师这首歌真正是我以前唔捌唱过，是。嘿，我拄则吼回想起来，我拄则老师这首歌是安排我唱啊吼。哎呀，我敢若唔捌唱过呢，但是。江辉的歌。嘿啊，这首歌吼很好听。附点。嘿。真多，啊代表讲就这个吼，伊美感。嘿。啊，感情伊本身伫咧诠释，哦，对，一个真好的歌啦。是啦，吼，后来哦，拄只一点点啊，哦，小意外啊，观众朋友小看，即马可能咧等台。天气画车问题啦。对，哈，今天是礼拜4，这场这是现场的哈，现场的哈。啊，咱即马咧电话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无论新朋友、老朋友哦，吼，是卡这线才对，吼，你无搁卡去别线去啊，来。8326-8326-317哦吼，好来，咱即摆就先来甲听这首爱唔着人。爱唔着人。好。哦，这算有难度的。哦，这高难度的，这毋是有难度尔啦。哎呀，这首歌我拄则唱甲冒冷汗，唱歌的时阵。我要讲的是讲啊，这个歌若唱了，嘿，哦，若真像江辉安尼就对啦。安尼我就工会啊咧。伊的程度啦，对无？其他的歌吼。你安尼是调高啦。其他的歌的时吼，懒散。你讲我这首歌啦，我都唱甲像工会迄个程度。是啊。袂啦，啊，你著本身的，我来甲你讲，你啊照安尼做的时阵就会接近啊，系啊。好来，准备啦。我咧打预防针。是啊，谢谢。哦，这支社动。盖大机安尼吼，来哦，青花姐，谢谢徐爸爸、徐妈妈、盛吉大哥哦，蔡小姐、雪毛大哥，好，谢谢龙泰大哥，你的包厢，来龙华大哥、秀芬姐、龙中大哥，来谢谢咱这徐爸爸、徐妈妈，还有咱顺天哥哥，你收点的歌曲，爱唔着人。
谢谢。爱唔对人。来啦，当然啦，咧唱歌时，你若如果讲一个女性着迄个人若去爱唔对的，你当然你会吐槽。哦，即款的就是歌爱真实，哦，伊个鼓点爱足准。对。搁再来当中的时阵，互伊像这个先过自然，哦，该嗨，哦，该哭的，该哭后的，啊，像光辉安尼。哦，对啦。是啊，哦，安尼时阵才唱得会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你今晚是要甲我讲啥？好，来，谢谢咱的民歌大哥。我拍讲你48分尔，无及格啦。来，小毛大哥，咱讲正经的吼，那这吼，我就爱评评你啊。咱就明甲讲个做今仔日这首歌，咱头一摆唱，你就是爱甲我弹主音嘛，对无？你要行你的苦路，啊，我当然我的主音，我家己会走，会飞去啊，会飞去，你敢知？嘿，哦，所以讲吼，下次会更好。我相信哈，来，邪魔大哥、蔡大姐，谢谢盛吉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，好爱你们了哈！你拢安尼甲阮支持，感谢青花姐、隆中大哥和米妈嫂头家娘，哇，长嘛甲咱加油嘿，谢谢。来，阿菊姐啊，你好，啊，谢谢咱来康苗姐姐、秀凤有听到吼，后来地震大哥、圆圆姐姐、神树哥哥，也有昌雄大哥哈，来秀芬哈，松寿大哥好，顺天哥哥，谢谢国登大哥。郭明婉的大哥哦，谢谢你的捧我声哦吼。后来先安排一首啦吼，当然这首唱了较无及格，不要紧，下次我会跟你讲济啦，讲济啦。好显过啊。唔啦，要搁讲一届啦。大工，记得。去讲一届啊。搁落刷落去吼，无共款啦。咱要来安怎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听歌。又歌名，吼，又歌名呢，啊，就是互咱好礼送，互咱观众朋友哦。今仔要送什么？送咱石墨烯的护膝，真的是护膝吼，会使讲来到第5代了。哦，无论是讲吼在长度也好，还是讲它的包覆性，会使讲是真正好的吼。所有的缺点，拢总甲念念。来，无打紧哦，吼，伊即马石墨烯来到80%。80%伫咧啊哈，20%就是咱的莱卡衫，就是美国莱卡衫，伊弹性足好，所以讲有真侪时段的访人讲，啊，若是迄个足大颗的，会使无？会啦，啊，足瘦的会使嘛？可以啦，哦，因为迄个美国莱卡衫的关系吼，45公斤到90公斤都可以哦嘿。好来，准备落歌。就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若袂来，心内真可疑，想袂出迄个人。怨叹月暝，离情无伴，多相思，秋深爱天，月光所照。添阮伤悲，心头酸，目屎滴。啊，过了月暝。无伴，
一首怀念的这个台语金曲，只有3字尔。来，咱观众朋友大家又看卖咧，来。所以去继续要来甲安排第二首这个经典的歌曲。陈英杰小姐，陈英杰啊，咱的这个陈百潭陈老师。来拄只迄首，毋是三线咯，吼！你若要搁要三线咯，你较紧搁想别首哦，吼！我来。故乡的情歌，唱出满腹的心声。目睭像迎着风飞的山，目屎像雨水落袂煞。这种的艰苦无地看，每日是日头渐渐要落山，心内愈孤单。思念故乡的情歌，唱出满腹的心声。目睭像迎着风飞的山，目屎像雨水滴袂煞。这种的艰苦无地看，每日才是日头渐渐要落山，心内愈孤单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歌？叫做什么歌名？3字尔，哦，3字尔吼。我来哦，你莫又思念故乡的情歌哦，吼。像迎着风飞的山，哦，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我来，强迫中奖的哈。我即摆要来甲走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刷落去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谢，非常感谢大家配合。咱这个阶段就是呢，听好歌、有歌名，参加抽奖，好礼送予你。小马要来个做一个杂志，来个公布答案。你好，顺天哥哥，健康啦哈，敢是注定有的缘分，所爱的因付予阮，放袂离。这首歌叫做《月夜愁》。月夜愁啊，哈，正确的啊嘿。目睭手缘着风飞沙，目屎像雨水落袂煞。这首歌叫做《风飞沙》。来，第一首是月夜愁哦，吼，第二首是风飞沙，吼。哦，来，足济咱观众朋友吼，月夜愁甲我要三线路，不对吼。三线路草青青。这首才是这是三线路吼。好来，我先甲收起，谢谢吼。小等下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咱这个甲咱今日来也要送的，就是送咱这个石墨烯的80拍的护烯，吼护烯，对。咱拄则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吼，方玲在甲咱观众朋友开讲讲哦，最近甲阮爸爸伫咧拍麻将的时阵，哦，拢伊迄50、20的卖甲伊甲吼，哦，大家拢面红耳赤安尼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爱为钱的，但是我发觉着讲，爸爸最近吼，无论是体力也好，伊脑袋真正是吼，哦，加足清楚的。咱来拍麻将的时阵，加减嘛会开讲啊。啊，以前吼，咱来咧甲讲啥？无啦，哪会有？我问你啦。嘿啊。你咧拍麻将的时拢几个啦？当然要4个啊。嘿啊，甲什么人？就是3个对啦，3个姐妹嘛，哈。3000斤。3000斤啦，吼。啊，但这届吼，这届甲顶礼拜时阵，我就发觉，哎呦，咱咧开讲的时阵来去讲到啥？我这届开讲讲到台东，伊讲。啊，伊为咱都3年前才过去过尔，我哎呦，3年前过去过，你也知？佫记得着，伊佫讲，佫说了讲，啊，迄届都什物人吼？啊，佫什物人嘛拢有去啊？啊，佫人拢讲着对同啊！我咧讲，大家真正记忆吼，咱这记忆若歹时阵，你要甲恢复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是。用着方法。哦，咱这互你安尼食了会巧的迄组啊，来到第2代啊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咱的第2代啊哈，会当互咱的读壳思虑清楚，哦，这真正有够厉害。包括讲说，我问阮爸爸讲，爸爸，你发觉着讲，你最近啊，你迄物件咧记较清楚，伊讲有诶，我感觉我咧记真楚，而且吼，以早若呢，感觉讲我物件不等会碰见找无诶吼，起码我拢会知影讲伫倒位呢，拢会知影伫倒位啊。包括讲伊今仔要出门哦，要去创啥物哦，因86岁嘛，加减有当时啊，人讲啊来退华，要出门的时阵，我等下是要创啥物？以前是拢会小可安尼想者，吼安尼张拄者，即摆拢无共啊。我倒要甲来倒位哦，鞋仔穿的都要出门啊，安尼哦。所以讲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要互你安那，这读壳。清楚、另外，我咧讲，小等的广告，你爱注意听哦。嘿，好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咱今日在此邀请我的黄秘书来到现场，秘书好。方玲姐你好。来，顶抓吼。你安尼甲咱报咱第2代的好记性，你敢知影？迄真侪阿说敲电话来讲，哦，方玲啊，阮翁真正吼，即摆真倒退咧，因为伊吼阿姐食
伊变巧啊，啊，因翁无食。伊变，我讲哦，伊真正是变甲足清楚。伊讲有一个咱住桃园迄个阿陈妈妈讲吼，说芳玲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吼捡着10几万，我讲陈妈妈你去倒捡的？无你嘛甲我讲者，我看有人捡。伊讲毋是啦，伫厝顶捡着。伫我的烫树内底吼，爱衫裤凹掉咧。啊，伊讲吼，伊都找无啦。结果呢，有一天吼，食咱这好记性食的时阵讲。啊！我都囥伫倒位，雄雄全啊，想起的，想起来。哎，讲吼，阮翁最近拢加足倒退呢。甲伊讲吼，我念伊就背起来去啊。所以讲，咱顶蛇伫咧卖这好记性的时阵是安那一个组合，咱一盒2000，2盒3000，但是我有搁甲伊凹，搁加凹啦，搁加送一盒，啊，就是3盒3000块嘛。但是真济阿姐讲说。大哥买是讲啊无阿嫂嘛爱食，啊无我嘛爱食一段时间嘛，豆豆听早嘛，对无吼？伊讲要买大组的啦，大组的吼，大组就是安那买2组嘛，2组就是安那6000块。对。伊讲吼，可不可以加码一下，再送个1盒这样子，就是等于7盒6000块。好啦。今日，我讲哦，莫怪遐爸爸妈妈就爱你来了。阮黄秘书长吼，伊真正是为着大家好啦，真正是你甲想讲吼，观众朋友，如果吼，家己一个人，翁仔某家己一个人想起来尔，后摆搁爱加甲顾的。你嘛是爱顾啊，所以讲咧，咱这组好记性，今仔推出大组是要互咱观众朋友，翁嘛好，某嘛好，恁两个拢总爱同齐顾。你敢知影讲，咱人啊失智的时阵是足恐怖的哦。你看，袂记咧出去，袂记咧通好转来，摕物件不等啊摕掉咧，啊当我是要创啥，我是要创啥？袂记你要创，徛伫冰箱外口，毋知要开要找啥物。对啊，而且吼，咱足侪阿姐讲，芳玲啊，你咧讲敢若讲我不等去菜市啊吼，赶甲赶袂转来呢，结果吼要买物件，就是买无着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这就是讲你的插座啦。插座咧，常常咧讲哦，插座插袂过电啦，吼，因为咱好记性是安尼好，因为咱内底除了以前的咱的金星以外，咱搁加麦角硫因，啊，搁咱的罗布嘛。你敢知影讲这2项物件，咱的麦角硫因甲罗布嘛，伊是偌厉害呢？咱像讲咱麦角硫因就好啊，伊是咧，就是互咱这个插座会当生甲愈济。哦，伊毋是1条2条尔，伊会当互你。直直洗出来，直直洗出来，你的传导就不会宕机，你的传导就安那，这个来时，你一个信号给我的时阵，我就安那有法度去执行。你今仔日你安那会宕机，就是安那信号来的时阵无法度去执行嘛，就安宕机。但是这个哦，咱的麦角硫因就是会当信号来的时阵，就随找着这个插座。啊，佮加上这个罗布嘛，罗布嘛就是甲咱老化的这个插座吼，甲排出去。哦，观众朋友啊，物件无好的臭气的物件，你爱会当安怎爱塞会出去啊？安尼才有空间才生新的嘛。对啊，你若无空间的时阵，你搁生你新的你个时阵都无空间啊，无法度发挥啊。对。所以讲，咱即届第2代诶，咱的好记性2代内底，我咧讲原底，敢若银杏一定爱有的嘛，对无？搁加上这2项，我咧讲观众朋友。你就是会当豆将咱的记忆拢总甲找倒转来哈。平常保养哦，如果你若是像讲芳龄即马呢，啊都还可以的话，你就是1天2粒。啊，你若已经开始感觉讲阮翁、阮某哦，最近敢若不断互伊家属会袂记咧找你啦吼，定都安怎啊？出去的时阵，锁匙要放起咧找锁匙啊。无得吼，迄老花眼镜咧不断咧找无这啊。你就爱啦，早晚各2颗。啊，先啊，为什么要提早做保养？咱人拢嘛会老嘛，对不对？你唔好等甲讲，真正足严重的啊！你才来食，当然有效无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恢复，对，来去找回你块胖健的。插座，啊！你若是即马食的时阵，你原底就有遮济插座啊，也无遐严重啊。会使搁生搁较济，搁生搁较济。我咧讲哦，我讲吼，这叫做巧做的。巧做就讲吼，互你愈来愈巧，愈来愈成功啊！吼，唔好愈来愈倒退哦！吼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
感谢咱黄秘书长吼，特别来。今仔我们再加码，你买2组的话，咱再加码，搁加上1块，来6000块提7个月份等于哦，来7个月份，0800811800081518。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加码了吼，加码了哦，所以讲你速度要紧哦嘿。来，秀凤姐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海星。要好记性吼，好，好记性要大做小做的。小做到啊。好，我写开3000的哦，嘿咱即摆拢3盒3000块哈。好，感谢你哈。好，当甲咱吼记忆啦、判断能力啦、语言能力、执行能力无好的时阵吼，定安怎药啊食的唔知影去吼，不等吼钱啊当是摕互人啊，摕无互人，或去菜市的时阵，迄明明都1000块摕互人啊，嘛啊，搁安怎？人偌济心要找你钱哦，你也唔知影，搁想讲无搁摕钱，搁摕一届互人。迄吼，有当时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若是安尼来讲，会记得事先即马就好来甲做预防啊吼。啊，年纪大，咱其实像芳龄，我咧讲，我即马逐工我拢有咧讲。其实吼，我们这个就很方便，让你记得哈。你吼，来今日袂起来食，你就是一工2颗就好了，吼，2颗就好了哈。来，哇，贵个迄个，来赵英姐。喂，啊，我要说到好记性。安尼吼，好，我甲你写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哈。来，内底成分绝对有够的哈，而且每一种的成分拢有够。你会知讲最近即马上行的就是迄罗布玛，包括麦角硫因吼，这呢，互你的传导，马上我咧讲吼，会接续会变好，吼，袂宕机，袂脑雾的哦，嘿。要保养爱提早，吼，要提早吼，唔好等到讲哦生病了，严重啊，哇，安尼，我咧讲吼，爱安怎一定爱一段时间呢？你要食较好，一定爱一段时间。往拢总是安怎？拢总是你伫咧治疗迄段时间，还未恢复迄段时间出代志的，吼，拢出代志的吼，包括讲迄危险性啊，吼，来哦，国龙大哥你好，国龙大哥。要一组啦吼！好来，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哦嘿，好，来，喂你好，丽梅姐。喂，要一组吼？我细组的吼。好，无问题哦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丽梅姐哦吼，好，感谢哈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伊真紧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哦，吼，头一礼拜时间你就较袂安怎顿，真正就较袂加足清的，较袂去咧讲或者吼，你若讲最近的感觉讲定小可顿，啊，向讲会宕机断片，我咧讲伊甲你做修复，真正甲你做修复吼，麦角硫因、罗布玛这2项物件真正是吼。足厉害吼，足厉害哈！来，0800510800815181，喂，德旺大哥你好，德旺大哥要大做小做的，可以做。好，无问题吼，我写开哦，嘿，谢谢。来，艳红大姐你好，喂，艳红姐，来要大做小做的。我要细做的。好，无问题哦吼，0800815181，老师你较细声咧吼，来0800815181咯吼，0800815181。今仔来甲你寄出去的时阵，2天内底吼，如果你若是拄着拜6礼拜的时阵，爱搁延后1天，安尼就知影啦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电话继续互恁卡。我甲恁讲，如果你若希望讲有种吼。你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你今晚得好做保养哈。来，吴春雄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春雄嫂你好哈，要大做小做的，细做的。哦，我写开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感谢哈，好来哦，好来，0800810800815181，谢谢。来，淑女姐，谢谢你哦吼。是的，如果你若感觉讲吼，莫讲你，来，我咧做登记。恁翁婿也好，还是讲恁太太，最近拢怀疑啦，怀疑讲，哦，我迄钱哦，毋知啥物人甲我摕去，哦，啊，行为有当时敢若较无理智，啊，感觉讲安尼倒退，啊，人安尼顿的时阵，咱就爱赶紧来做保养啊，吼。
人讲的哦，65岁以上，豆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65岁以上，吼，啊，相信讲有的观众朋友，你会知讲，有时候我咧讲哦，即摆年纪下降，其实不一定是65岁，因为哈，生活压力大。听讲啦，会失智的人，拢总是安怎？以前人真够做生意，吼啊，厝内底大大细细拢伊咧烦恼的。这种人很容易失智，这是专家讲的啦吼。啊，如果咱这时代，如果你会动吼，动较动的，哦，定定拢总哇，以前厝内底工课吼，大大细项工课，拢你是你伫烦恼的。我咧讲哦，咱提早来做保养哦，嘿，好，谢谢大家吼。啊，今天有特别大周的时阵，有个甲咱观众朋友争取再一盒，哦，甲恁争取一下无嘿，好来。即摆是几分啊哈？哦，来，我即摆先来邀出着中奖的人客啦吼。我来，拄则咱有邀歌着无？吼啊，咱一位观众朋友，咱的护士要送你哦，嘿，啊，我甲邀出来嘿，来。我来满线哦，吼，来。哎啦，爱讲真正啦，吼。哦，王清峰大哥，哎，恭喜你，清峰大哥哦，王清峰大哥哦，恭喜你哈，护膝一组哦，护膝一组哈。大家拢希望讲吼，每一天，也过了呢吼，清清楚楚，做清楚的人，别，对。所以讲咱这个吼，这粒头壳啊，真精密的物件。是啊。你唔通等下甲讲推去啊。是。吼。眼睛的心都叫缩去啊，共款意思。哦，这个头眼睛，这个什么头壳的时阵来破脑来什么物件，迄种种是较慢。对。啊，即马像这个科技真发达，是。正面就讲起来，咱的像这个用脑过度的人，伊产生一个这笨手。对。吼，这囤积物就对啊。甲清清调了后的时阵呢，虽然讲老懵老无，头壳佫足清楚的。足清楚的。吼，啊，咱本身的是要行东往东，啊，行西的是往西。嘿，啊，佫而且是，互像即个吼血细条血筋啊，较通透，吼，嘛会当来防止着做即个中风、动脑筋，吼，微小细。这使讲是吼，做即个哦 all in one 吼，全方位的时阵，吼，甲你做即个即粒做即个头壳，吼，甲你顾好安尼。好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若定定咧袂记咧物件，吼，讲话定安尼吼，安尼吼，滴溜。对。你可能家己也唔知影啦，吼，咱大嫂可能知讲，啊，阮大哥最近爱讲话，啊，拄则才讲过呢，即摆佫讲一届，伊家己袂记得去啊。对。吼，安尼咱赶紧来甲做调理，来甲做保养哦，吼。你知影讲，若较严重性的时阵，家己我咧讲吼。无法度，甚至家己无法度自理啦。迄药啊，都食落去尔，伊犯罪心等下要搁食一届，是，对无？啊钱真正犯罪心，伊就囥伫抽屉内底，赖你啦，赖你讲，你是毋是甲我利条摕去啦？吼，如果若是安尼来讲，吼，会记了吼，电话叫赶紧卡，哦，赶紧卡哈，来安排继续或者九国英雄。来啊，芳玲的线卡，这个时阵就是我甲恁做服务的时间啦哈，谢谢。九国做英雄，干杯干杯，尽量互打，莫搁想过去的创伤，搁想无路用，电出笑容，最后
梦中，明日醒来原是姊妹活流。手国做英雄，干杯，尽量互打，莫搁想过去的创伤，搁想无路用，等出笑容，最后来好好行日梦中。醒来又原是姊妹活流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今日收看咱记得曝光声的节目。咱小等到节目了后，江宁要帮您伫线卡继续给您做服务吼。啊，咱要较清楚。这档期一定要订到哦吼，特别有甲咱观众朋友清楚哈。